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28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关税政策，咱台湾嘛包括在内。为了传达咱国产业甲民众的心声，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昨昏带领立法院下党派拜访团去甲美国访问。 希望伫咧关税前会当找到台美互利互惠双赢的局面。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27暗带立法院跨党派团去美国。伫咧出发进前，一直咧机场讲，这段国会外交的意义、内容甲时间，甲进前比起来有较特别。我们能够争取对双方都有利那特别是很多我们产业界所关心的关税问题，我们当然希望。 能够争取到相对比较低的关税。访问团将会就关税问题向美国各界传达台湾产业甲民众的心声。这边去的除了江启臣，也有国民党的立委张智伦、黄建豪、民众党立委林义君，甲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区议员张雅玲，因为分批出发拜会美国国会行政部门甲地库。透过讯息的交流，希望帮助。 进行谈判的，不管是台湾政府跟美方的代表，能够促进更健康、更正向的谈判。罗总统2人伫咧甲贵人传统业者座谈时阵也讲，伫咧甲美国交涉的过程中，咱方会秉持争取调降关税，扩大对美国投资甲采购，排除非关税贸易障碍，解决出口管制甲生产地等5项原则。 希望伫这边的全世界经贸进动，台湾的产业会当徛国家在布局全世界。我们不是要解决当前的问题而已，我们希望借这次的挑战，能够找到台湾下一阶段的机会。所以我们目前也会积极的落实台湾中长期的经济发展计划。 这马团讲，行政院也规划要增加投资台湾3大方案的优惠措施，除了规划延长到2027年，也调整资格条件，包括全世界大商拢适用，重点伫咧5大新来产业，并且建议提高融资优惠利率，调整中介技术能力适配比例，也个扩大产业园区租金的优惠，加大力量协助业者返来台湾生产，强化本土供应链。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咱来关心这个车祸的消息。伫台中沙路昨昏早起有一台连结啊，那像是挡啊歹去，落架的时阵挡袂落来，直接就安尼冲落，启动到21台汽机车，还有铁马，造成11个人受伤。监视器翕到这只大拖车速度真紧，物件也甲沿路拢是，司机一直骑喇叭，也是停袂落来，一路一直动落去。 事故发生了，现场敢若风炸过共款，规道卡拢是塑胶半成品。因来这风弄到车，当时正伫停红灯，真侪车毁损真严重，也造成1人受伤。看到民众讲到事发当时的情形，也是感觉真恐怖。然后就听到轰隆一声，我们知道又有状况了，然后就看到一台车非常快的子母货车，就从前面这样到7、80的速度冲下去。 台中沙路向上路6段的真长的路行路段，27点外发生严重车祸，一台大拖车敢若车动故障，一路一直出弄落去，总共弄到21台汽机车甲1台脚踏车，就连拄装好的区间测速条佫弄断去，总共造成11人轻重伤，其中9个人送医院，有一对老母甲查某囝伤势真严重。 母亲的部分主要为左侧的肋骨多处骨折，合并气血胸；女儿的部分来讲，主要是头盖骨破裂。谢姓驾驶经酒测后，酒测值为0，无酒驾及肇逃情事。也这造成事故的大拖车是出到高架桥顶才停落来，警方也将这4名司机带回去调查，到底是安怎造成这事故的。不过这路段伫去年11月就发生2摆严重的车祸，甚至也将这个区间测速条弄断去。根据警方统计，这路段去年区间测速到11月19，总共出地2852件。去年总共发生17件事故，今年到3月也有3件事故。 不过，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认为，应该对其他方面来改善。它货运量如果真的就是那么大，设置说这个是货运专用道。如果你是载重车，那就让你一个特别低的速度去下坡，也经过这个刹车系统特殊强化过的车辆。 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讲，就算有些执法的器材，未必然就法度解决交通工程面的问题。建议应该对车辆分流，也有车辆系统的强化，来防范这个事故发生。
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锋面甲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北部较会落雨。咱来看分图。中部以北、宜兰、花莲甲东北部，今仔日雨水较高，有可能会上大雨，而且天气嘛变较凉冷。北部的气温差不多18度至28度，中部甲东部是19度至30度，南部是20度至33度。另外，目前伫咧菲律宾的东南边海面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有可能会成做今年头一个风台。今仔日中部以北可能会单雷公上大雨，明仔会变较好天。不过到拜四又有方面的外来会落雨。提醒乡亲，这礼拜天气的变化较大，若是出门都要会记得加套衫、罩雨帽或者是雨伞。拜一、二、八天气要变天啊，受到另外一波锋面移入的影响，到时阵中部以北有较大的雨势，也必须要注意有剧烈天气发生的机会。预计我们在明天的时候，锋面通过的时候，中部以北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可能有较大雨势的情形。到时候也可能要留意有这种打雷或者是有一点短延时强降雨的可能。气象署讲，这波锋面移动速度真紧，到拜二、拜三就是2到30，锋面远离，天气会比较好。延过拜四5月初1，一股锋面接近台湾北部海面，水气增加。午后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机会。也若外界关心每年5、6月黄霜啊雨什么时阵来报道？有气象专家有估，应该是在5月下旬左右。透过一些梅雨指标的这个预测，看起来可能还是相对是比较晚，可能是落在这个5月25、26号之后。气象署提醒民众，未来一礼拜天气变化真急，民众出外时爱携伞、雨帽、雨伞。另外，日时气温虽然有较烧热，但过早暗较凉，日夜温差大，建议爱罩衫裤来因应天气变化。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稍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中研院研究指出，在全球暖化、平均的温度略悬至2度至4度的情形之下，咱台湾寒人 PM2.5的高度有加悬。秋天甲寒天的空气品质不良的时间，上济会增加到6天。环境部讲，这个研究是伫咧无空气污染管制这个假设的情形之下模拟的结果。不过，其实 PM2.5平均的高度，9年来是已经改善36%。来看自由时报，南韩上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前党代表李在明，日前以8到9成的得票率，党内初选有选赢。第2届方提名，成做总统候选人。最新的民调显示，李在明伊的支持率是比其他的对手加真悬，这嘛代表李在明真有可能会选调总统。过来看中国时报，美国总统川普执政伫要100天啊，根据华府智库的调查，台湾甲韩国的民众认为美国是会当信任的朋友，这个比例有明显降低。有46.7%的台湾人认为讲，台海伫咧发生冲突的时阵，美国应该是袂出手来斗相共。民调嘛显示，川普的支持率敢若剩39%，这嘛是80年来美国总统上任100日支持率上低纪录。继续来看，南北两党26的时阵去开刀抗议，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发要罢免总统赖清德。国民党团总召集人鲍坤基嘛讲会发动单挑，而且一定会让总统落台。不过，民众党团是表示，党内爱阁讨论才会来表态。因为民进党认为讲罢免总统并无正当性，拢是国民党伫咧乌白化，因未得咧乱。不但立法院要提出罢免案，我们全民要发动罢免赖清德。江苏真激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将日伫开道集会当中发出520总统就职满1年了后，国民党团会提案罢免赖总统。党团总召鲍坤基阁讲，也会发动单挑，要用尽一切手段，让赖总统落台。一定要提出罢免。我想国会的态度已经很清楚，全民的怒火在台湾各个角落都会展现出来。在野的这个力量足过2/3，这个罢免案才有可能成功。好，事实体大。最近台湾民众党会进一步来讨论，做最后的一个定案。对罢免赖总统，民众党团表示这件代志真重大，该等待内部进一步的讨论。因为目前要罢免总统标准是真悬，要由全体立委1/4提议，而且经过全体立委2/3，也就是76席的同意了后，才会当成立。
不过目前在野的席次敢若62席，搁减14票。亲像前总统陈水扁任内，就把4届互提案罢免，不过拢因为无达到标准，并无成案。国民党来启动的各项宪法的工具非常多，从倒阁被打脸，到现在的罢免赖总统，就后续还要讨论。但是就门槛上，应当也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我们都给予尊重。那至于傅崐萁还补了一脚，他说要弹劾赖总统。如果以宪法制度的设计，弹劾总统同样需要立法院2/3立委的同意，而且要移请宪法法庭来审理。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指出，在野提出倒来个罢免或者是弹劾总统，拢欠关键的社会正当性，这是颠倒变政治操作。民进党袂对立起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那边去凯道集会这个现场，发现讲有听无华语的外国人去遐参加。有学者就怀疑讲是南洋的立委郑正乾违法动员义工，要甲检方来告发。不过郑正乾是强调讲，来参加的拢是有身份证的外籍配偶或者是新住民的第二代，内底并无义工。请问可以接访你吗？来，喂。伫树立了凯道集会现场，用一寡伫国民党立委陈正乾无啊的民众要进行采访，访问的人敢听无国语，有时找一个敢若使用越南语的民众斗相共翻译，对方则用中文回答讲收集哥哥传阮来。这段画面伫网络内流传，学者林志杰质疑陈正乾动员外籍义工上凯道，牵涉违法，要向检方来告发伊。动用外籍人士去参与选举罢免的造势、游行跟活动是违反选举罢免法的。那么同时，外籍的人士如果说今天没有经过许可去雇佣他，这个也是违反就业服务法。对着学者指控有参加集会新住民27下晡是到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交这个抗议书，抗议民进党歧视新住民，应该向新住民族群公开核实的，也要求林志杰撤回诉案指控。陈正乾办公室时发出声明讲，这参加的人拢是自由参加的，活动因为如何，支持者甲服务团队吐无啊来滴。也强调，参加的人拢是有咱国身份证的外籍看守，也有新二代，无义工参加。国民党新北市党部也好林动员强调，这个所有参加的人拢是自由响应的。因为车辆比较紧张，没有办法参与。我们其实鼓励他们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自行前往。对，所以其实真的没有特别动员。就业服务法明文规定，移工来到台湾工作是要申请工作许可，不能够去从事没有经过劳动部许可的工作项目。对着指控，劳动部强调，依据就合法的规定，头家袂使指派聘请义工来做许可范围以外工作。若属实，相当会使采取15万块的罚款，是毋是废止这个聘请许可？也强调会加移民署到店来查处。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加拿大温哥华的一个社区发生有汽车去弄人阵的事件，造成11个人死亡。目前知影这个嫌犯有精神的疾病，已经去互抓起来。警方是初步排除是恐怖攻击。本来热烈欢喜的菲律宾的社区拉布日红龟派对，转变做可怕的死亡现场。路位除了有弄进流来碎片，也有毁掉受伤的人甲尸体。Black Audi, he just stopped or whatever. I don't know, but from over there, from the start right there, he just pushed the gas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whole block right there, crashing into everyone in his way. I heard a bunch of crashing and stuff. Then I walked down not even half the block. I just saw a bunch of bodies and everything. 警方讲，这件汽车冲撞案件造成重大死伤，也和这个区域紧迫威胁菲律宾的居民，大家拢惊悲痛。嫌犯差不多30岁，一个人作案，现场就被抓到。The number of dead could rise in the coming days or weeks. The evidence in this case does not lead us to believe this was an act of terrorism. It does have a significant history of interactions with police and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related to mental health. 温哥华有超过14万菲律宾的加拿大人，每年拢办红龟市集来纪念1500年代抵抗西班牙殖民的民族英雄拉普。
参加活动的有上万人。警方伫咧活动开始进前，有先做威胁评估，并且封锁附近一间学校的街路。这件案件发生的时阵，是加拿大联邦大选的前一天。总理卡尼取消竞选活动，并且对冲撞案件罹难者表示哀悼。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我来看伊朗，伊朗上大的港口日料的时阵发生爆炸，而且这爆炸的规模是真惊人，火嘛烧甲真猛。目前知影死亡的人数是增加到40个人，而且有1000多人受伤。初步研判有可能是港口的货柜内底有化学品导火才会来爆炸。监视画面去到港口爆炸了后，建筑就放弃了。为了大到连监视器拢在海，在烟雾内底，港口的员工陆续惊吓走出来。伊朗的临海城市阿巴斯的沙希德拉贾伊港口，在当地日落中昼发生惊人的爆炸，了乌烟冲出来，强要打掉规个铁顶。向人员赶到现场抢救，在建筑内底所寻搁活的人。初步调查，技术几内货柜不当储存化学物质，引起大火甲爆炸，伊个影响到可危险的化学物品，啊个较会烧起来物品的仓库，才会造成爆炸威力惊人。احتمال وجود مصدومان رو هم باز هم میدید یا خیر؟ احتمال داره تعداد مصدومین افزایش پیدا بکنه احتمال داره بعد 这个爆炸甲半径数公里范围内底建筑窗啊拢震破，连26公里以外的高姆斯岛拢会当感受到。暂时河姆之间新政府已经下令所有学校甲企业拜一是紧急停班停课，嘛全力抢救港口，避免拖烧到其他区域。公司新闻电视同朋友。从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北约组织各国提供支援予乌克兰，其中德国正做美国了后，支援乌克兰出力出上济国家。不过，后冷战时代以来，德国军队本身嘛有真侪问题，包括废除征兵制、地属边缘流失、军备无够等等的问题。这嘛，方认为讲，因是欠人、欠钱、佮欠装备的武装部队。德国的总人口超过8300万，联邦国防军现役军人讲有18万外，不过若是甲文职的人员扣掉，兵力是也无到12万。因那后备部队估计差不多是93万，不过平均征召的人力也才34600人左右。德国政府2024年的报告也讲，2011年实际废除征兵制，连带取消一定人口统计。造成政府无法度掌握全国到底有偌济兵力会当使用。Zum Thema Personal habe ich keine guten Neuigkeiten und keine guten Botschaften, denn die Bundeswehr altert und schrumpft. 所以国防部就开始这项后备军人训练计划，调查满18岁以上的公民，或者是年纪更加大、有服役经验的退伍军人，有偌济人愿意加入后备部队。同时也改革募兵制度，一期自半年到23个月。路透社报道，俄乌战争爆发了，有真侪德国人就认为，袂当搁再建造天下太平。Durch den russischen Angriffskrieg ist mir das Ganze präsenter geworden, ist mir auch meine eigene Verantwortung, daran mitzuwirken, präsenter geworden. Ich muss leider feststellen, die Bundeswehr hat immer noch von allem zu wenig. Es fehlt an Munition, an Ersatzteilen, an Funkgeräten, es fehlt an Panzern, an Schiffen und an Flugzeugen. 德国军事工业的水准是全世界排前几名，不过有算的问题一直拢互家己的国防军无法度有新的装备。即马有名的军火商 KNDS 杀出上新型的155毫米自走炮，只要指挥官加驾驶2个人就当操作。装弹开炮全自动，用轮型装甲车做底盘，机动性正悬。但是德军家己要用，还阁要等几年，因为因还阁排伫咧乌克兰后壁。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北韩的国营媒体今仔日报道，平壤头一届证实，经济领导人金正恩的命令，因有甲罗西亚斗拍乌克兰。而且讲，罗西亚去互乌克兰占领的所在会当解放，北韩有重大贡献。来看美国甲菲律宾年度的联合军演，目前当伫咧进行当中。美军头一届伫咧菲律宾利宋岛的北部部署反舰飞弹系统，这离台湾的本岛是无甲200公里。27个时阵，美国甲菲律宾的军队面向南海举行实弹演习，嘛这是警告中国意味不良高。来看香港金像奖的颁奖。九龙城际至围城入选这一届14项大奖，上基本是摕到最佳电影、甲导演等等9个大奖。也那最佳男主角是刘青云，这是伊第4届摕到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是扮演抱地角的魏诗雅，伊即届摕到这个奖，嘛赢过金马影后张雪莹等等的对手。镜头转来咱国内，有真侪保养品内底拢有芦荟这个成分，不过若是要炸出国，就要注意有可能会违规。有台湾去荷兰交换的学生，伊炸面膜起，在面膜内底有芦荟成分，违反当地入境的法规，罚款150块的欧元，差不多是台票6000块。因为每一个国家的检疫甲禁止的物件是无啥共款，提醒民众若是出国进前，会记得爱查好详细。出国佚佗一定要真注意当地入境的规范。有一位前往荷兰的交换生发文讲，伊早出国的面膜因为有对芦荟激出来的成分，伊违反荷兰入境的法规，互海关带到房间检查，是罚150欧元，大约是台票6000。没有听过哎。对啊，我们也都带面膜啊，很惊讶，真的很惊讶，有很多那种清凉的面膜都是有芦荟的、啊。因为它不是明显的植物，它是已经变成成分，不会特别注意出国的成分啦。有人唔敢相信，有人表示了后出国会真注意物件的成分。旅游网请杰西大叔是提醒讲 ，CITES 强要断种的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又个叫做华盛顿公约，对超过38700种的野生动植物提供无共程度的保护。那目前呢，所有的芦荟都列入公约保护当中，除了化妆品所使用的翠叶芦荟是唯一一个不受公约管制的品种。英文标示呢有没有完整的话，会影响到海关的判断，所以需要有完整标示翠叶芦荟的英文学名才可以携带。那欧盟的相关规定，那确实含芦荟的所有的萃取物，它的这个产品其实是禁止输入到欧盟里面的。不仅仅只是说这个面膜，包括含有芦荟的食品，完全都是禁止的。所以这里提醒我们的民众，大家特别注意。防检署也提醒讲，每一个国家检疫也是禁止输入的产品品项拢无啥共款，入境进前一定要先查好去的国家相关的入境检疫规范，加较细致的才袂加了钱。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马诈骗是世界样样杯，提醒大家都要提高警觉。伫宜兰有一间便利商店的店员，伊发现有一个查某人，伊一个手摕几啊张提款卡去 ATM 领钱。这店员看到是感觉无啥对当，赶紧报案。落尾手，这个查某人是随去互警察抓起来，嘛发现讲，这个人就是诈骗集团的车手。一个查某人伫宜兰某一间便利商店，一直用无同的信用卡领钱，警方接到店员通报，赶紧来调查。你自己的卡？信用的查某人，访问到尾仔了后，才承认家己是领钱的车手，而且是坐火车、客运车对高雄来。警方当场查扣4张的信用卡，送身份单一个，还佫22万外，不法的钱财证物。不要动，检查。也请大声叫4名的查甫人配合调查，因为依互被害人检举，涉嫌伫网络讲有香港房地产引导资，约被害人到超商来交300万块。伫交钱进前，被害人已经多摆汇款，警方缉捕了后，卖互来抓人。全案因违反诈欺罪、洗钱防治法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这两案嫌犯，警方全部依照诈欺罪罪嫌上班，也若风查成果遮尔好，规公警方最近推出逼斩计划，民众这边成功检举诈骗的案件，就使得到5万块的奖金。这两件诈欺案的检举人拢符合资格，警方呼吁最近诈骗集团会假成功，会使分到真侪钱，欺骗少年车手去摕钱，未少民众，就安尼互骗去做车手，呼吁各界斗阵来检举。记者综合报道。同款阁是诈骗的消息，检警查到有外国的诈骗集团拐人去全台湾上大间虚拟货币公司，或者背上这间公司的实体店头，摕现金买虚拟货币了后，再阁转去予诈骗集团。检方审后了后，认为这诈骗的金额有超过1亿，所以随甲姓氏的负责人等等3个人申请羁押禁见核准。诈骗真严重，检警加重拍诈骗的力头。台北市警方接到一位富人人报案，讲伊透过网络熟悉一位男性，开始谈恋爱，对方成伊且涉嫌偷漏税，互海关口做理由，陆续甲伊借钱，互伊感觉真犹豫。警方按线索，甲这个提钱车手逮捕。谎称他因为涉及逃漏税，需要向他借钱周转。
跟他骗了48万。这一次是又要再持续跟他借贷，他自己发现不对，然后就是有来跟我们咨询。那台北市警方抓到爱情诈骗的案，新北的警方也有成果，因为一位老人同款受到爱情诈骗，对方爱伊买真贵的旁边。加在查某囝有发觉到古怪，才请议员蔡淑君，佮有警方到主动，才保掉200万。通报辖区议员及员警，最终在议员及员警联手劝说下，老翁才打消念头，成功保住200万积蓄。刑事局透过对诈骗案的大数据分析，发现经过诈骗集团向被害者到全台湾上大虚拟货币公司背相的实体门市，以现金买虚拟货币，再个转到诈骗集团的钱袋啊，所以发动敲诈甲约谈。检察官侦办本件诈欺洗钱等案件，被告经检察官讯问后，检察官就其中3名被告向法院申请羁押禁签获准。他是请受害者叫他把现金到门市里面去换加密，然后这个加密货币再打到那个诈骗集团的钱包，所以他去换钱那个动作就是由他自己去执行这件事，等于就间接设定了断。因为涉事的负责人等3个人违反洗钱、加重诈欺等罪嫌，嫌疑重大，佮加上3个人有可能串口径，而且考虑到被害者真济，诈骗的金额超过1亿，佮3个人申请羁押禁见核准，专案继续扩大侦办。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中华二水有一条花旗木的步道，伫遮是种真侪泰国樱花。在地村长讲，因为遮离铁基路真近，不时就有游客会走入去铁基路咧翕相，看到是真危险。虽然有争取菜栏杆，不过要是有人会走入去。提醒民众，这条铁基路火车清载来来去去，为了确保安全，千万都唔通走入去。树仔尾顶的花蕊加上铁道的景色，中华二水这条花旗木的步道，每到花期就吸引大批游客。不过当地村长表示，人若坐就带来袂少的困扰，尤其徛入去铁道内底，就要来翕相，会使讲成了观光公害。旁边都有做了，可是游客滩因为我们2头都有平交道，他从平交道走进去，那我们也无可奈何，我们也没办法。村长表示，变异性地方下热，因着代替一支线的周边，种了大约80丛的花旗木。虽每到每年的花季，拢会出现安尼美丽的景象，不过常常出现民众为着取景，选来入去铁道的净空区。除了今年清明连假这个日子，平常时的周休2日嘛常常发生。当年嘛用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争取设置栏杆，不过效果还是有限。可处新台币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本分局持续加强巡逻勤务。由于铁道是铁道警察管辖，当地派出所只会使加强看道。而铁道团体表示，参与是阿里山旧年底，嘛发现有女行车带团徛入去铁道内底翕相。消费者虽然明知警示，还是发生意外，起因都是因为民众安全概念不足。今天如果侵入到铁道净空，那对于司机员来讲，它就是一个事故发生的压力。以集集线来说，它的火车速度没有很快，但是火车要刹车也没有那么容易刹停。马昌宏表示，民众普遍想讲，机船列车速度较慢，危险性嘛较低。不过，安尼行为倾斜造成列车的误点，严重可能造成死伤，更加有司机员承受真大压力。民众应该加强自我的约束。公司新闻中华报道。来关心交通的消息。为着要防止游览车的司机工作时间伤长伤忝来造成车祸，交通部上紧为明年开始，就要求游览车拢爱按路卡机，让司机会当路卡签到，掌握因做工课的时间。不过，道业者烦恼讲，即马当伫咧大欠工，又搁爱按机器，因的成本就会搁增加。业者甲手机系统点开，就使知影游览车及时的位置、速度这资讯。游览车强制装 GPS 已经真侪年啊，不过有 GPS 无法掌握司机的工时。交通部去年7月有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要求游览车加装亲像路卡机这司机身份识别的设备，并且把资料传送到游览车客运动态资讯管理系统。以前你用10几个小时，他不会去重视，现在只要超过11个小时。他就知道超时的，他会补你加班费，对我们来讲是
这是正面的。不过你用了刷卡又增加我们很多的额外的负担。业者讲，欠司机已经和业界是头家摸咧收，设备增设费用，恐惊搁再增加业者的负担。相关规则原定6月实施，因为业界反对暂停。全国团市交通部上近顶半年发布，预计明年元旦实施。有司机认为，防止超时应该先对旅行业这边来约束。业者租用游览车的时候，他本身对于行程的损失，游览车业者或者是司机也好，我们也都是迫于无奈，因为行程上写你没有走完就违约嘛。学者讲，安尼做虽然对改善超时有帮助，不过若是无都落实执行，恐惊受罚业者会拍面违法公司。让整体的成本都一起提高。如果执行的不够彻底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大的业者，他可能就会守法，但他的成本反而是提高的。那些可能是走在法律边缘的这些业者，反而会有比较大的利益。游览车启动汽车甲国道护栏，造成重大死伤、超时、疲劳开车，造成事故不时发生。安怎改善？相关学界各有看法。公路局讲，有过期间所收集的意见，已经甲相关单位甲专家讨论，建议修正草案订报。交通部正依照程序伫办理法制作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5年健康台湾全国论坛展会举行，总统赖清德嘛有去参加。伊讲今年是癌症新药啊基金实施的头一年，预算有变50亿，未来嘛维持伫咧一定的水准，强化癌症防治的计划。因那论坛嘛有讲到促进健康台湾的5大面向，包括强化医疗韧性、落实3个的防治计划，也佮有确保健保永续经营。癌症已经连续是42年，是民众10大死因第一位。为着提悬癌症朋友存活率甲降低死亡率，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宣布成立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并且伫每年4月27举行健康台湾全国论坛。今年提出促进健康台湾5大支柱，包含深化癌症防治计划、落实888 3个防治计划、充实全民心理健康韧性计划、优化医疗工作条件，甲确保全民健保永续经营。公立医院的师资级的同仁、护理师、药师、医检师，他的专业加级几十年没中，那应该把专业加级稍微提高，表示对专业的尊重。这一点，行政院也同意的。总统赖清德也亲身出席论坛，并且伫致辞时强调，今年是癌症新药基金实施头一年，预算编列50亿，未来也维持伫一定的水位。也国民间团体是烦恼讲，像癌症新药基金欠缺明确法源，资源无稳定，而且恐惊无够使用。未来如果用多少，我们隔年可以再补编多少。换句话说呢，这个新药癌症基金这个水库呢。一定都要保持一定的水位了。这部分的话，没有一个这个法源的基础，那会不会因为在整个整体经济状况上面有一些变化，这也是可能会关心的。赖清德讲，癌症每年得走大约5万外条宝贵性命，所以讲政府将癌症列最主要防治对象，除了扩大检查预算，对40亿增加到68亿以外，在检查方面，唔有传统的检查，也采用先进的基因定序来检查，推动精准疗法，希望提升整体癌症病友的存活率。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台北市进入大都更的时代，有民代讲，台北市都更的审议，去年敢若核定7件尔。平均一件爱心砸140个上班日，洪批评讲这动作实在是伤过死俗，呼吁都爱设立都更署的证照，甲部分都更新在工课外包来处理，按说安尼会当来省一半的时间。台北市进入大都更的时代，不过民代指出，台北市都更审议去年敢若核定7件一般的案件，平均的审查日指数要140个工作日才济，会当讲是效率真慢。专家分析讲，因为防灾型的都更条件放零，会当按算都更送件的数量敢若会增加，审议的速度若赶袂赴送件的速度，恐惊会造成塞车。可以预期，从去年的下半年，尤其从今年开始呢，这个推出来送件的案量呢，可能是会达到去年之前的至少2-3倍以上。民代建议台北市都发局报请中央设都更署的证照，并且甲部分都更审查的作业进行委外，按算会当减少50%都更审查的时间。
国家自体甲都更中心的董事林旺金认为讲，都更署主要是咧意见整合的阶段进行协作的工作，甲都更审议的流程加速较无直接的关系。建议会当对有90%以上同意后的都更案件进行分流，简化行政流程，提升都更审议的效率。坦白讲，我们现在在达到80%以上的这个都更的同意，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已经也难能可贵了。现在到90%或者是95%，你可以再分流，然后让那个时程让它再加速。目前台北市呢，因为都更推动师还没有明确的法定身份的认定。那所以我们是采用比较普及都更知识教育的方式来做推动。那其实市府现在目前每年都有开设相关的都更课程，来积极推广这些都更的观念。都更处也指出，目前中央并无制定都更署的认证，也无定义执行都更审查的专业需求有啥物。根据都市更新条例，敢若会当由地方行政机关来执行审查的作业，市府会赶紧盘点相关的专业需求，并且报请中央研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嘉义市文化路的上款有一间真珍贵的戏院，较早号做是新中戏院。这间戏院是嘉义市目前唯一一间还佫存在木造戏院。即嘛有公民团体联署提出文化资产的申请，希望要来保存这间伫要70年的旧戏院。目前文化局有来会勘，按算伫咧半年内会确定伊文主的身份。伫戏院的门口向文主戏院的委员小解这历史，嘉义市的公民团体透过联署的方式，替1956年起的老戏院来申请文化资产，希望会当保留这间捌有布袋戏表演、台语电影放送甲歌舞团演出过的老戏院。1950年的时阵，其实放的拢是咱的布袋戏，就是咱金光布袋戏的那台戏安尼啦。啊，尾后到台语片兴盛的时阵，差不多等1960年，差不多拢会开始放一寡台语片，啊，佮有歌舞团，其实就见证咱所谓台语电影在台湾发展的一个历史。乡中木造戏院会当留落来。就会讲更加感觉讲哦，咱这是虽然是6000多座的木造的厝，但是这间是上珍贵、上老、上原始的。为了要审查这间戏院，嘉义市文化局邀请新立委员、公民团体甲地主，作为去到戏院内底会勘，来了解这间戏院的结构甲保存状况。地主破坏人来之家表示，这间戏院已经算是危险的建筑，为了安全的考虑，愿意拆掉来起新的。伊内底佫有分一寡阿里山的照高组。充分去反映咱等战后经济条件以下咱用一寡快速的材料来去反映咱的生活的一寡需求。我家去啦，我最近的去较袂危险，这危险这6个公司人占的负责。提报人认为，这间查起的戏院，毋但记录家己地区5路历史的演变，嘛互家己市的木岛有更较多元的建筑表现。嘉义市文化局表示，审议委员认为戏院有文主价值，决定列册追踪，暗算半年之内会来确定伊的文主地位。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相信大家拢捌听过一户二路3艋舺，不过其实伫咧艋舺发展进程，新庄是清朝真重要的港口。初当时的移民真多，民间的信仰嘛真丰富。伫这条街路，每行50米就会当看到一间庙。不过后来新庄的港口积沙，慢慢才去互艋舺来取代。即马新庄图书馆用台语的导览，要甲这个历史讲互大家知。常常听人咧讲一户二路3艋舺，但是你敢有听过一户二路3新庄？伫清朝康熙年间，新庄是上主要的重要港口，一直到嘉庆时期，新庄港的土沙开始堆积，即使大船驶袂入去，这也互车营50吨的新庄港开始稀微，港口也互艋舺取代，才会变做一户二路3艋舺。台湾咱这边咧起厝的时阵，爱需要一寡石头啊，迄阵啊石头大部分拢是为大陆迄边送过来，大陆送过来要起厝，啥物拢爱石头，起庙拢爱石头啊。所以我咧想，迄阵啊一工差了500-600台会量。
这是新庄图书馆举办的台语导览活动。导览员讲，300年前新庄港上发展的时，真侪移民对家己的故乡甲信仰也对咧查过来，所以伫咧新庄庙街顶面，平均每50公尺就一间庙。有广东人专门咧拜三山国王庙、光福宫、土地公庙、福德祠，也有福建人拜妈祖庙、自由宫和关圣帝君庙、五圣庙。这庙街哦，新庄街啊，这才是有影200-300年，应该大家来的路，来的街啊，就是伫遮。这个台语导览就是专门咧绍介新庄庙街。因为平常时伫厝里伤少讲啊，所以想讲带出来参加活动，然后加听加讲。为着囡仔听有，所以爸爸妈妈因的阿公阿嬷拢是甲因讲。国语安尼，侪爸母带囡仔来参加，望囡仔会当加听加认捌，除了接受台语，也了解属于咱台湾人的在地文化。记者陈选林秀凯新北报道。来看阿里山的画家林国治已经过身10年啊。家己新港的林国治美术馆即马咧展示50多件伊的作品，希望会当透过这个展览，互民众了解伊生活美学的精神，也有伊对艺术教学的贡献。介绍的2行的木马坊，如今只剩6张。向大家来解说作品当中的背景甲精神，互人来认捌林国治艺术创作的风格。嘉义县新港乡的林国治美术馆，为3月28开始，以梦想做主题，展出林国治优的素描、写生、文件各共56件作品。透过这边的画展，哈，大家了解讲，老师的作品，伊的意涵是啥物？对于以后我要做艺术教育的推动的时阵，有一个足好的一个介绍。为着要互人来了解林国治对生活美学的观察甲艺术教育的态度。林国治美术馆举办林国治过身10周年的特展，规划4个主题，有对生活甲故乡的记录，嘛有各种无同的艺术风格，希望替伊伫新港继续来传承这个精神。整个展览叫做望乡，这望的意思就是讲咱咧望啥物代志，过来就是讲咱守望那个秀从林国治老师的图来甲秀起来，然后会当来分享互大家。对学生足好诶，而且甲学生甲观察加创作，而且对教育是一个足正面的一个典范。美术馆表示，透过这个展览，各种无同主题的作品，展现伊对生活甲艺术的观察，唔但会当为这当中了解林国治的一生，嘛互来美术馆看展览的人会当怀念伊对艺术教育的付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我来看台南生活美学馆70周年，因特别规划一个真特别的工艺展览，邀请81个工艺师，拢总有200多件的作品，内底有雕刻、剪黏，也有家枝红等等，内容是真丰富。这嘛显示创作者的美感，也有展现咱台湾100年的文化底底。威风凛凛的门神，原本放伫台南单日祠堂的仓库内，封存真济档。这摆修复了后，头摆公开展出，是彩绘大师陈玉峰落尾一件作品，叫文化部指定的国宝级叶王座的庙红仔7现过关。另外，这顶地无规定金光闪闪，是手站工4牵银线打造，有落的手工通看到台湾工艺美感，即阵伫台南生活美学馆通看到。伊是用针啊。一站一站安尼啊站起来，因为分开的柳丝花是咱用抽丝了后，咱一链一链安尼啊转起来，变成镂空的技法。有13种类别的工艺创作，然后工艺呢是最能体现我们生活美学的一种表现。为了庆祝设馆70周年，因设计南台湾工艺大典，结合南部7县市81位工艺艺术家，拢总215件作品。这摆展览阁有8位人间国宝，除了木雕大师陈启川，阁有织布艺师柯春碧，伊对传统的织布转化做现代礼服，其中布面圆田的纹路，嘛代表人参人情感的高甜小话意象。我们台湾整个织布就是它有很多的意涵，文化意涵规范都写在织布上，所以我先把传统的规范先把它重置出来，然后再有后面的创作。伊的这个身材，甲伊的这个动态吼，咱是要表现出伊是一个王者，姿势也是相像吼，就是表现出讲伊征服了
一个荷兰人，然后把台湾拿回来，这个是真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台南生活美学馆讲，这场展览是近年来台湾罕得看到的工艺盛会，无论是生活工艺、信用工艺，也是美术工艺，每一件作品拢是创作者对美感甲生活智慧的体现，嘛展现出台湾工艺深厚的文化底蕴。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有一种乌猩猩，叫做 A 种的乌猩猩，不过实际上因的体格是甲一般的乌猩猩差无偌济。这种 A 乌猩猩是母系社会，嘛介意和平。最近有研究发现讲，伊唔但有语言的能力，母的也会做伙开讲，而且会联合起来对抗公的猩猩的攻击，确保因伫咧社会上领导的地位。因若这种有策略的行为，伫咧动物界实在是真罕见。A 乌猩猩甲乌猩猩是像接近人类的灵长类近亲，有98%的基因相款。也过乌猩猩的世界是以拳头母，也过有气力来拼输赢，一般由公的来掌控。A 乌猩猩是母系社会，研究人员伫公共民主共和国的测试地，经过30年观察，证实 A 乌猩猩的社会存在女性联盟，会斗阵来拍退公的 A 乌猩猩的攻击，主导食物的分配甲这个社会阶级。Females, by forming coalitions, they gain power over males. They can gain dominance within their group, and they can attain, very high-ranking positions within the group. 就算互相毋是亲属关系，甚至是拢无熟悉，拢会使结盟来互利，这是动物界真少看，经由7条互哺会使有利的案例之一。研究内容发表第24个生物学通信期刊。A 乌猩猩唔但结盟互相斗阵，也斗阵来开讲。另外一项刊登伫科学期刊的研究，就发现 A 乌猩猩知影甲有意义的叫声组合起来，唱做具象管造成更加复杂的结果。What we found is that for those 7 vocalizations, they mostly communicate about coordination, and that is, I think, quite a nice result. It's all about staying together, coordinating activities, making sure we reunite at the end of the day. 苏黎世大学这项研究结果，加上另外一项乌猩猩也使用组合语言的研究，显示句法能力不是人类独有的，可能早在700万年前，人类甲这两种灵长类近亲共同组成的时期就存在啊。互语言演化时间大大向前推进。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我来看南美洲的秘鲁，在地发现一具5000年前的查某遗体。而且伊的指甲甲头毛拢保存甲真完整，伊的婚书顶抹的这领衫可能是真高级。有专家认为讲，伊的身份真有可能是贵族。秘鲁的考古学家第2次表示讲，因发现一具5000年前的查某遗体，这个女性在生的时阵差不多是150公分高，死亡的年岁差不多是25到30岁。专家讲，对墓中的台语来看，这个女性应该唔是精英，就是贵族。Un alto estatus, sería una mujer de élite, ¿no? ¿Y por qué? Porque está asociado a un buen tratamiento en el cuerpo. 考古学家讲，这个女性的指甲、头鬃和皮肤拢受到真好的保存，伊尸体的外层阁包真水品质真好的纺织品，含一整彩色的羽毛去做的外衫，这拢会当看出死者唔是普通身份。贵族女性的存在，嘛表示女性伫这个社会嘛会当有真悬的地位。Este nuevo hallazgo está reforzando y está aportando el entendimiento que ha tenido las mujeres, ¿no? En lo que corresponde a esta civilización y sobre todo que no solamente el varón tuvo una importancia relevante en la selección, sino también fue complementaria con la mujer. 这具尸体是伫古城阿斯贝罗发现的，属西元前3000年到1800年存在的小北文明。这个文明互看作是全美洲上早的文明，和埃及、苏美这文明是同时期。有了这个文明的其他的城市，即马已经红得作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目前阁会当看到32座遗迹，包括真侪敢若金字塔的复合建筑。不过阿斯贝罗捌互居民忽视真侪年，互当作是掩埋场在用，一直到最近几年，专家才发现地表下骹的古早遗址，而且开始认真的研究。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秘鲁看刷，我来看土耳其。土耳其的圣索菲亚清真寺有1500年的历史啊，每一年拢成几啊百万的外国游客去遐行踏。不过因为土耳其伫咧断层顶悬，几啊届发生大地震，造成严重的伤害。最近当局要展开150年来上大规模修复的工程，希望以后这间清真寺会当挡过地震的威胁。圣索菲亚清真寺是土耳其第一大城伊斯坦堡的地标，
古代壮观的圆柱顶边仔有4座尖塔，建筑体由圆拱形结构一层一层贴起来，就敢若是城市内面一座神圣的山轮，是世界遗产，也是土耳其游客上最景点。不过自2021年开始，发现有部分是采英格啊，伫咧进行150年来第一遍的大规模征收。 Hem yapının kendi vücudunu hem de onun daha sonra eklenen Osmanlı dönemindeki değerli minareleriyle birlikte sağlamlaştırma çalışmalarına başladık. 土耳其伫咧短暂地动代，南部边境伫咧2023年才经历过毁灭性的规模7.8强烈地震。虽然伊斯坦堡无受影响，不过专家拢担心以后可能也逃袂过强烈地震。 就要加强保护有1500年历史的圣索菲亚清真寺。 Probably for the better, because if there's an earthquake, it will all be gone. So it's not a problem. It's make our photo not so good as we would like, but it need to do because our children want to see it. 圣索菲亚的人讲是一部活历史，西元537年以大教堂的形式兴建，是迄当阵拜占庭帝国建筑的辉煌典范。1453年，这个城市被奥图曼帝国提起，甲这改做清真寺。 1935年，土耳其正做世俗派国家，将清真寺改做博物馆。到2020年，伊斯兰民族主义强人总统埃尔多安又搁改名号做清真寺。圣索菲亚见证着1000年来的文明交汇，加天灾人祸，一直守护伊斯坦堡。游客来到这，就敢若是探过1000年的历史。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 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来看外岛地区。 18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生日快乐！老爸欠钱哦，做起来敢要害？单手啦！